好來，鄉親啊，繼續要來講藝人林志玲，是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經濟系甲美術系畢業，講伊要來接任到文策院的董事，就喺6月底正式就任。Chilling Future Power Award is to encourage creative and visionary storytellers to bring their ideas to life, to move and inspire people through the power of film. 希望台灣出嘅影視人才，互世界看見。藝人林志玲去年才用個人的名義，佇咧文策院的提案大會設立林志玲未來力量獎。即馬伊就要迎接新的身份。我是志玲姐姐，藝術對我而言就像甜而不膩的巧克力。伊會佇咧6月接任文策院的董事，為林志玲的學經歷，攏會當看出伊對文化領域滿滿的熱情。毋但佇咧多倫多大學雙主修西方美術史甲經濟學，頭一份工課，擱佇咧藝術基金會做助理部點人，所落來進入演藝界電光彩，有赤壁101次求婚等經典作品，當時嘛投入公益，創立慈善基金會。你可以從一件喜歡的小事情開始，慢慢的，你就會發現屬於你的方向。來看董事名單，有影視、政治、歷史、媒體等領域出腳的人士，包括紀錄片的導演李道明、作家馬世芳、經濟部政務處長何振聰、國強博物院政務副院長黃永泰、影視甲流行音樂產業局長王淑芳攏在列。文策院嘛證實，林志玲是新任的董事之一。除了伊以外，還有金馬影后陳尚琪，伊當年參與國際合作計劃，作品是探到國際上的各大影展，還有跨界佇咧流行音樂、電視節目甲戲出的製作，還有 VR 沉浸式內容開發的老師名，三個新董事佇咧無同的領域拍拼，替台灣的文化推廣帶來無同的能量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